去裁夏威夷領，我都會教大家上，因為呢個夏威夷領佢紙樣啊、裁啊各方面都做條領出嚟好簡單，但係上嗰度複雜啲，上領反而複雜過上下級領或者企領。咁啊，塔領又唔知有冇同學做，又係另一種上，3種領都唔同，所以要睇同學啦嚇。你哋呢班人少有好處嘅，係啦，可以係啊。我成日都講人少係你哋好嘅，人多問你成日都咁多機會問啊嘛。不過都係要睇大家願唔願意做咯。冇㗎啦，你爭取時間學你就唔做咯。你情願有街佢咪留翻，即係嚇唔學嘢時先，係咪啊？所以有時學嘢就有啲犧牲嘅，不過你得到嘅嘢又唔同嘅。係咪做生最有一樣嘢好有滿足感？即係你起碼做出嚟獨一無二啊！就算我可唔生佢嗰個款啫，但我用嘅布料同埋我嘅身形啊嘛，係咪係獨一無二啊嘛？